在地人在地前招乡亲来食油啊。台南麻豆是油的重要产地，麻豆农会为了要让消费者会当伫无出油的时，卖当去试到这个油的好滋味，继续开发真侪产品，特别将这个酱料啦、琴酒结合油的口味，希望讲让消费者有无同款的体验。 麻豆区以出产笨蛋出名，每一年中秋节麻豆笨蛋嘛是潮市的水果，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伫咧产季以外时间，卖当食到油的猪皮，麻豆农会继续开发多元产品。那加工的好处就是说，可以把这一个文旦又做得更多元、更多项的产品啊，所以我们鼓励这个麻豆农会这边来开发。 面、烟肠、酱料、巧克力豆、琴酒这些商品，看过去拢是日常食到的食品。不过画面内底每一个商品内底拢有加油的口味。即摆麻豆农会将油放伫咧无共产品，改到达做伙，推出真侪新产品。做加工其实不难，可是我觉得通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发表会。未来这些商品卖规划伫咧多元通路批，麻豆农会透过油加入无共商品内底，除了增加商品的特色，嘛互油伫咧水果以外卖当展现无共风味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